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后里有一间洗衫店徛一架记录，头家是80外岁阿公阿嬷，有真侪人客送洗衫裤无来摕，因的孙就自这衫裤帮阿公阿嬷来搭配穿插，结果引起着大轰动。阿公穿这束白色镶白纽的西装有20年的历史啊。 领大摕来做批大，头顶佫戴这个画家的帽啊，正手搭在这个阿嬷肩胛头顶面，阿嬷嘛挂乌仁的目镜，穿规套的卡其色的西装，换的是因兜洗衫店的洗衫机，两个人拢80外岁啊，翕相袂输少年人。都想到以前年轻的时候。好看的相片，问了一张尔，两人徛伫店门口手牵手对看，看起来真甜蜜。 阿公穿这束西装外套是人客放伫店内超过20年，拢无来睇。整理好了后，穿起来共款真好看。甲阿嬷这束西装搭配起来，就是即马上穿的复古整理装。感觉少年80岁。阿公甲阿嬷两个人伫台中后里开洗衫店超过60年啊，店内放规把领10几年、20年，人家送洗无付钱，嘛无来替衫裤。 因的孙仔就咧想讲，可能这嘛定地，不如将这无主的衫裤整理好了呢，替阿公阿嬷呢来做一个搭配翕相来铺上网络，意外煞引起话题。想一个方法让大家把这些衣服再利用。阿公阿嬷讲，洗衫店敢若负责保管衫裤1个月，超过期限就会收保管费，也是将这物件处理掉。要过这衫裤等10几年、20年拢无人来领。 一个穿的翕相铺上网络了，毛主人想起讲有这领衫会主动来领，伊嘛会甲洗过了后才搁还人。